Hello， 大家好，我阿培。東區裕隆光府咧，啱啱呢幾日價錢又有劈價啊！做出一批好靚嘅貨源嘅特價單位出嚟，喺中山市中心東區咁核心嘅 location， 配套好成熟嘅一個地區。呢個屋苑咧單價1萬蚊，依家可以買到佢哋嘅住宅單位啦。兼且裕隆光府咧，佢哋嘅高層單位咧，佢擁有嘅景觀咧，仲係非常之靚仔嘅。非常之開揚。我哋樓下嘅話咧，就係中山東區嘅城市綠化1600畝嘅一個紫馬嶺公園嘅。咁依家做出嚟嘅特價單位咧，係直望我哋咁大嘅一個紫馬嶺公園，同埋咧，我哋側邊咧又可以望到我哋中山市區嘅一個城市地標，似翻盛景順豐啦、金鷹廣場啦、利和廣場啦，全部都可以望得到嘅。咁居住喺裕隆光府可以擁有咩配套，以及佢哋嘅交通又如何呢？咁依家阿培嚟到嘅係裕隆光府門前嘅呢個路口位置。咁大家可以睇一睇裕隆光府佢做出嚟嘅一個建築體嘅一個特色啦。外立面係比較具有特色嘅，非常之靚啦，有啲似去到歐洲嘅一個風格，同埋成個街道嘅管理咧，亦都係非常之公正企理嘅。咁門前咧就已經有配套啦，樓下已經有開齊好多啲餐飲鋪頭同埋啲咖啡廳，全部都係有齊嘅。落樓咧可以滿足到我哋嘅衣食住行，跟住轉多一個路口過一條斑馬線咧，就可以去到我哋嘅華潤萬家。咁如果向呢個方向去行嘅話咧，大概咧揸車2到3分鐘可以去到我哋東區嘅博覽中心啦。咁東區嘅博覽中心咧，佢係有巴士18蚊可以去到深圳嘅，38蚊可以去到深圳嘅福田口岸嘅。我哋如果居住喺呢個屋苑，香港人咧往返去香港中山係好方便嘅。喺東區博覽中心隔離咧，就係我哋遠洋大順一個大型嘅商場咧。唔單止我哋側面呢度行路500米就可以去到我哋Toll Park 富日城以及我哋嘅 Coco City 嘅，跟住往呢個方向行咧，大概揸車3分鐘可以去到我哋盛景順豐嘅。咁盛景順豐咧係一個管理得非常之靚嘅一個新商場咧，跟住去利和廣場去石岐萬象會都係揸車4到5分鐘嘅時間，所以真係居住喺呢度嘅話咧，商業配套係俾足齊俾到大家嘅，交通又方便嘅。咁裕隆光府咧，佢就分咗1、2期嘅，呢度係佢哋嘅2期項目啦。依家賣咧就係賣緊佢哋1期嘅，1期咧佢哋依家就賣緊住宅，前面嘅公寓咧就未加推出嚟嘅。咁成個屋苑咧佢就係102平方起步嘅，最大積咧有140平方嘅。好，咁呢度依家做緊特價嘅單位，究竟佢哋嘅望出去嘅景觀有冇我哋講嘅咁靚？以及咧佢嘅間隔又做到如何咧？我哋依家即刻去睇睇。OK， 依家我哋嚟到係裕隆光府嘅8座29樓，咁頂樓咧就係33層，2部電梯咧就搭配深套單位嘅，後邊咧有102平方。跟住咧有120平方，呢套嘅話咧就係可以話係獨門獨戶嘅，119平方嘅單位做到3房2個洗手間嘅。咁裕隆光府今次嘅單位咧就全部都係無批交付嘅。8座咧，我覺得係現時成個屋苑可以俾到大家係最靚嘅一個選擇。咁可以睇一睇呢個景觀，佢係西臨嘅朝向。咁係正望住我哋1600畝嘅紫馬嶺公園嘅，同埋可以望到我哋連綿一片嘅一個山脈五桂山嘅山脈，所以綠化會非常之高。加埋嘅話咧，呢個視野咧可以話係永久性噶啦，以後都唔會改變，非常之開揚可以望到我哋盛景順豐，盛景順豐咧佢係有我哋香港嘅直通巴士可以玩翻去中山、香港兩地嘅，跟住又可以望到利和廣場啦，同埋金鷹廣場啦。咁夜晚呢個景咧可能會更加靚啦，因為呢啲建築體咧作為中山嘅地標嚟講，佢全部都會着晒單嘅。咁如果其他座嘅話咧，佢係東南朝向，咁東南朝向相對比西南嘅呢個朝向咧，就可能視野上就冇咁靚啦，因為佢係望翻嗰邊嘅，嗰邊咧綠化相對嚟講就會低啲啦。西南朝向嘅景係最 OK 嘅。咁呢隻119平方咧，佢係飛機戶型，
整體嘅一個實用咧都 OK。嗱，我哋作為獨門獨戶嘅呢套單位嚟講咧，門口呢個位置都可俾到大家去用嘅。呢度可以擺啲雜物啦，即係任意你去設計，因為唔會阻到其他戶嘅業主。雙開門嘅設計，嗱，入到嚟之後咧，門口會有一個窗嘅，可以保障到呢個走廊位嘅一個通風以及採光。咁啊，呢度可以做一個鞋櫃啦，到其時呢度亦都可以做一組櫃嘅，收納空間會比較足。跟住呢個位嘅話咧，做我哋飯廳位嚟講，都係夠細闊落噶啦。同埋佢隔離咧會有一個露台，咁呢個露台嘅話，你覺得成間屋3房2個洗手間，即係房間唔多咧，你就可以將呢度咧改成一間細嘅房間都冇問題嘅，因為呢度全部都唔係承重牆，可以拆得嘅。咁啊，作為一間房嚟講咧，我覺得就唔係好現實，你反而咧可以將呢度推咗出嚟，做一個將個餐廳咧變得更加大。我覺得咁樣嘅方案咧可能會更加好，視野都係好開揚嘅，前面都係冇樓遮嘅。OK， 跟住飯廳嘅側邊咧就係我哋嘅廚房啦。咁啊，廚房你覺得細嘅話咧都可以騰出嚟嘅。咁啊，毛坯樓咧，大家咧可以將自己更多嘅一個設計諗法咧釋放出嚟嘅。OK， 咁房間咧就係分兩邊嘅，客廳嘅開積咧夠細闊落㗎啦，呢個開積咧去到嘅。咁房咧，我哋呢度咧配置有2間客房，跟住會有我哋嘅一個公共洗手間嘅。咁呢2間客房嘅話咧，空間就唔會特別大啦，但係擺米半嘅床，跟住做衣櫃係完全冇問題嘅。呢個窗咧開得比較窄，所以呢間房嚟講咧，採光就算中規中矩，不過佢視野好都係一樣無遮無擋，綠化非常之高。洗手間佢呢個窗咧係朝西嘅，所以非常之通透。OK， 睇翻呢邊咧就係我哋嘅主人套房咧。咁主人套房嘅空間咧就足夠闊落啦。呢度可以做一個櫃嘅，跟住呢度咧就係我哋可以做公室分離嘅一個洗手間。呢度就係休息嘅區域，擺米半嘅床完全冇問題嘅。咁啊可以延伸出嚟，利用埋個飄窗台。咁啊個景咧一樣望到我哋紫馬嶺公園嘅一個樹木嘅，綠化非常之高。依家御龍軍府咧，佢會有3個價位嘅。咁啊低層咧就係10088蚊一平方啦。咁啊如果係中間樓層咧，就加多1000蚊，變成單價咧就係11088。咁啊，如果係似翻我哋29樓望到咁開揚景觀嘅價錢咧，就自然貴啲噶啦。單價係12555蚊一平方。當然啦，呢個價錢咧係會有傾價嘅一個機會嘅。如果大家覺得層樓係啱你嘅覺得裝修唔係一件麻煩事，咁啊就可以過到嚟實地去睇一睇。喺中山市中心更核心嘅地段咧，咁多樓盤入邊擁有咁開揚景嘅，係好稀缺嘅。OK， 嗱，依家帶大家去睇翻一套南北通透嘅120平方嘅一個單位，面積同頭先嗰套咧就爭咗1個平方嘅啫。咁啊，對面嗰戶咧就102平方啦。咁啊，可能會存在一個門對門嘅一個情況出現啊。咁啊，單門嘅設計入到嚟會有一個走廊位，咁啊走廊位咧到期時可以俾你做櫃嘅，非常之通透，因為呢度咧係設置咗一個窗嘅，咁呢個窗咧亦都可以彈出去啦，變成咧你呢度個位咧入門嘅一個空間感咧會更加闊落啲。120平方嘅呢隻單位咧就做到南北對流嘅，個廳咧會有2個露台嘅，咁啊客廳嘅開積咧就足夠闊落㗎啦，空間感係非常之 OK 嘅，同埋呢個廳咧佢嘅採光面，因為走廊位有開到窗啦，跟住呢度2個露台啦，所以非常之光猛。露台咧佢就比較長，但係呢個視野咧一定係冇頭先嗰套靚㗎啦。呢度前面會有我哋119平方嗰戶嘅一個建築體去遮咗我哋一半嘅一個景觀。呢個視野咧就比較開揚，所以睇翻大家對景觀方面有冇要求？
過翻嚟我哋嘅飯廳啦，咁啊飯廳相對比我哋嘅客廳咧就會窄啲咯。咁啊擺一張圓台嘅話咧就比較滿水，但係放置一張方台嘅話咧係會比較 OK 嘅。隔離廚房相對比頭先嗰套咧就大啲。呢度係我哋嘅一個生活露台，呢個露台咧比較長。到期時呢個臨江咧係可以推出去嘅，咁你亦都可以做一個風窗嘅設計。呢個屋苑都一樣可以滿足到呢個條件嘅，可以風窗。房咧就3間房嘅，咁比較傳統嘅一隻設計。公共洗手間咧放置喺最外邊，方便我哋嘅客人去使用。咁呢度咧就係一間房咧客房。咁第二間房嘅空間咧就會比較大啲啦。咁一樣係西南嘅朝向，朝翻呢邊3開間做到西南朝向。嗱，主人套房空間 OK 嘅。咁呢度係洗手間。裝修咧，咁喺中山嘅一個價錢嚟講咧，裝修一般你使2000蚊一平方咧，係好高標準嘅一個裝修啦。裝修出嚟咧係好靚嘅。咁如果你想要慳翻啲裝修嘅錢咧，你就可以選擇翻中等嘅一個標準啦，1000幾蚊一平方亦都可以裝得到。咁呢套咧就係裕隆官府8座最細積嘅單位，102平方嘅。咁102平方咧，佢一樣走廊位咧會比較多嘅空間，可以俾你做一組嘅櫃，跟住呢個走廊位咧，亦都係搭配有我哋嘅窗台嘅，咁亦都可以彈出去，變成你入間屋咧，感覺個空間咧係會闊落啲、舒服啲嘅。咁同樣都係做到南北對流嘅。飯廳開間會窄啲，客廳嘅開間咧會闊落好多。露台呢個視野咧，相對比翻我哋隔離嗰套咧就會更加靚，因為呢度個城市嘅界面咧會靚仔啲、企理啲嘅。望到嘅樓咧，多數都係中山市區嘅一個地標。盛景上方紫馬嶺公園，我哋紫馬嶺公園嘅一個摩天輪，跟住金鷹廣場、利和廣場都可以望得到嘅，夜晚都會着燈嘅。飯廳咧，即係視乎翻你到期時點樣設計，擺長方形嘅一個餐台，呢度就係廚房，呢度咧就係我哋嘅生活露台，一樣呢個露台咧都係比較長嘅，咁可以做成我哋嘅一個洗衣機房係冇問題嘅。咁呢度嘅樓蓋咧都係好足嘅。咁裕隆官府咧，我覺得買高樓層咧比低樓層會好好多。第一個景觀嘅問題啦。如果低層望園區，裕隆官府佢嘅一個地塊咧，相對嚟講會比較長方形啲。咁如果選擇翻低樓層望我哋嘅園區景觀咧，係冇咁靚嘅。主人套房一樣都係3房2個洗手間嘅，同樣都係3開間做到朝西南向望好高綠化嘅紫馬嶺公園。OK， 裕隆官府咧，我覺得佢依家有咁多座俾你選擇，我覺得8座係最靚嘅。雖然話西南朝向冇東南朝向咁靚，但係咧西南朝向嘅景觀咧係比東南朝向嘅景觀係靚仔好多嘅，視乎翻你自己嘅一個諗法啦。因為呢啲都係因人而異嘅。價錢咧就分3個標準，低層10000，低層就係10088蚊一平方，中間樓層咧就係加多1000蚊。如果高樓層設翻29樓、30樓、31樓呢啲咧就係12555蚊一平方，全部都係無批嘅。自己裝修咧，我覺得喺內地買樓咧，內地人中意買無批樓多啲，香港人嘅話咧經裝修麻煩，會揀翻精裝。但係一般精裝交樓嘅一啲樓盤咧，佢嘅質地咧唔會咁靚嘅，冇自己裝修咁靚。OK， 咁核心市區地段隔離就係盛景上方，揸車大概3至5分鐘可以去到利和廣場嗰邊有個大型商場，跟住揸車同樣都係3至5分鐘可以去到我哋金鷹廣場下低嘅一個石岐萬象會，同樣去 Top Park 即係富日城，跟住去我哋嘅
Coco City 往呢個方向行都係500米嘅一個距離嘅啫，所以呢個位置咧真係好核心嘅，係中山市 BD 嘅位置啊！如果大家對呢個價錢有興趣，對咁樣嘅一個屋苑有興趣嘅話，聯絡阿培過嚟實地睇一睇。